喺音樂課堂入面，並唔係每一個學生都有樂器基礎，亦都唔係每一個學生都可以即時理解五線譜、音名、和弦或者聲音參數。學生容易覺得音樂離自己好遠，甚至認為自己冇音樂天分。所以我設計咗何老師音樂實驗室，呢個係一個為初中學生而設嘅互動式音樂學習平台。希望透過學生熟悉嘅科技工具，將抽象嘅音樂概念轉化為可以聽、可以睇、可以操作嘅學習體驗。平台主要包括3個學習工具。第一個工具係音樂探索器，學生可以透過相機偵測手部或者身體嘅動作，即時控制聲音嘅音高同變化。例如隻手舉得越高，個音就越高；動作幅度越大，聲音嘅變化就越明顯。對於音樂基礎比較弱嘅學生嚟講，呢種多感官學習方式可以有效降低理解門檻。第二個工具係電子音樂鍵盤，學生可以用滑鼠、電腦鍵盤或者平板觸控彈奏音符。當學生撳一個音，畫面會即時顯示音名、唱名同五線譜位置。當學生撳多過一個音，系統就會分析和弦。學生唔需要只係靠背誦，而係可以透過反覆嘗試、聆聽同觀察，逐步理解樂理嘅概念。第三個工具係音樂日記，學生可以分享一首自己想介紹嘅歌曲，並寫低選擇嘅原因、歌曲帶嚟嘅感受、印象深刻嘅歌詞同埋想推薦俾邊個。音樂日記令到音樂學習唔只係停留喺知識同技能，亦都聯繫學生嘅生活、情緒同個人經驗。同時，學生提交嘅內容會儲存喺雲端資料庫，老師可以透過後台查看同整理學生嘅回應，咁樣有助老師了解學生嘅音樂喜好。呢個方案最大嘅價值係降低學習音樂嘅門檻。學生唔需要擁有樂器，亦都可以透過日常可接觸嘅科技工具參與音樂活動。咁樣對音樂基礎比較弱、缺乏樂器訓練經驗，或者需要更多視覺同動覺支援嘅學生嚟講尤其重要。對老師嚟講，呢個平台亦都可以支援更具互動性同創造性嘅課堂設計。我希望透過呢個方案，令到學習音樂唔再只係抽象嘅符號同理論，而係每一個學生都可以親身感受、探索同表達嘅學習經驗，令到學生睇得見音樂、聽得明音樂，並用自己嘅方式走入音樂世界。